報價咧唔係越低越好喎。你知唔知咧？學校評審委員會咧有一個報價黑洞嘅喎。學校啲標咧要價低者得㗎。喂，因為你跌咗落去報價黑洞。我係做咗20年學校採購研究嘅 Ronnie，專門幫中小企拆解學校市場嘅潛規則，幫你用最短嘅路徑、最快嘅速度打入學校市場。學校評審委員會咧，其實佢哋係一班需要向校董會咧交代決定嘅人。佢哋批一個供應商咧係要負責任㗎。所以如果你嘅報價過低，佢哋心裏邊諗嘅唔係着數，而係呢間供應商究竟做唔做到㗎？今日我會同你分享4個你報價嘅時候更加有競爭力嘅方法。我先同你講下學校報價嘅真實計分邏輯。如果報價過高，直接咧超出咗預算咧，咁咧個價錢分數咧就會好低啦。而報價過低，咁咧就會引發咗質素嘅考量啦。佢哋會諗，喂，呢間供應商會唔會做到？做得會唔會令到我孭鑊㗎？而報價預算咧喺70至90合理區間裏邊咧，你要俾詳細嘅説明，呢啲評分咧就最高啦。所以正確嘅問題唔係你要報幾平，而係你要令學校覺得你嘅價錢係物超所值，而令你報價變得更有競爭力。係呢4個方法。第一個方法，先了解學校預算嘅上限，唔係靠估喎，係直接去問。可以問下校長或者老師，呢個項目今次預算係幾多啊？或者揾下招標文件上邊有冇列明金額嘅上限，報喺一個合理嘅範圍入邊咧，比你亂報一個低嘅價錢咧更加有效。第二，報價嘅時候咧附加細項分拆，唔係報一個總數喎，係逐項列明，例如導師費啊、次數啊、物料、場地費、協調人員費，清晰嘅分項咧係校長向校董局交代決定嘅根據。籠統報一個價咧，只係會令到你唔安心嘅啫。第三，提供多個價位嘅選項，標準版、加強版2個方案都俾晒佢哋。學校可以按預算選擇，而唔係被動地接受或者拒絕你唯一嘅報價。有選擇感嘅報價咧，成功嘅機會率咧係較高嘅喎。第四，人手投入咧係價錢嘅加分項目。學校咧好重視你投入嘅人手數量同埋經驗。如果你明確列明每次服務由幾多位持牌嘅導師，師生比例係幾多，咁樣咧就會令到評審委員會安心嘅關鍵喎，亦係你報呢個價嘅合理理由。所以咧，報價唔係考慮最低價嗰個，而係考慮最令到學校放心安心 say yes 嗰個。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學校市場嘅潛規則，記得 follow 我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